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4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以赛亚书53章10节到12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今天的经文主题是物随波逐流。信仰的立场必须要坚定，信心必须要坚固，但是不是随着人，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本身。基督徒特别要当心，越是吸引人的事，越是神奇的事情，就必须要更谨慎小心的去面对。最近有朋友传了一个影片给我，那是在亚洲的某个国家所举行的医治特会。影片当中有一位夫妇带着一位声称出生以来就听不到声音的女孩子上了讲台。台上呢，一位穿得非常高级的讲员手舞足蹈的，好像在祷告，然后两掌就按着女孩子的双耳。不久，这个女孩子就随着声音可以转头了，并且可以跟着讲员的话语，然后还点头回应。她的父母亲表现得非常高兴，然后相拥而泣，现场也欢声雷动。讲员就进一步的来测试女孩子的听力。现场的气氛更是达到一个沸点，非常激动。牧师的观察呢，这个重点是女孩子对声音的反应以及对讲员话语的反应非常沉稳，并且以点头来回应讲员，可以说是对答如流。牧师的疑问是，一个从出生以来就听不到声音的人，他第一次听到的声音之后的反应会是这样的沉稳吗？一点都不激动。然后对于讲员的提问却是有条不紊的这个回答。好，那这是第一次听到声音就能够这样听得懂人的话语吗？女孩子的反应似乎是被教导过，然后回答得非常得体。但是现场的气氛我们可以看得到，几乎是所有参加特会的人呢，都是所谓的随波逐流的欢声雷动，回应了当时候的一个情境。我们真心的希望这女孩子是出生以来就听不到声音，然后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得到了医治。上帝透过她的苦难来彰显了上帝的权柄。如同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到12节的经文说道，上主说，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他的死是赎罪的祭，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他有长久的岁月，借着他，我要实现我的计划。经历了一生的痛苦，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他必知道受苦不是突然，我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众人成为义人。为了他，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我要使他在伟人当中有地位，在强盛的人当中有荣耀。他自愿牺牲生命，承担罪人的命运。他担当了众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作者也提醒了我们，不要偏离真道。而真道就是要我们去辨明真实或者是假先知的作为。
现代中文译本将不要偏离真道翻译为不要随波逐流。经文这样提到，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坚守所听到的真理，免得被潮流冲走。天使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已经证实了都有效力，所有不遵从这信息的人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既然这样，我们要忽略这么伟大的拯救，怎能逃避惩罚呢？主本身首先宣告了这拯救，那些听见的人也已经向我们证实了。同时，上帝自己用异能、奇事和各样的神迹来加强他们的见证。他又按照自己的旨意把圣灵的恩赐分给我们。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那将来的世界置于天使的管辖下。相反的，正如圣经上某处所说的，上帝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你使他一时比天使低微，你用荣耀尊贵做他的华冠，你使他统辖万有。这里说上帝使人统辖万有，这明显的是包括一切。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见人统辖万有，我们倒是看见耶稣，他一时被置在比天使低微的地位上，好借着上帝的恩典为万人死。如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死的痛苦和获得的荣耀、尊贵的华冠。我们要领受主耶稣基督救恩及恩典，但也需要透过以理性来思想，不要让我们变成随波逐流，受错误的影响而偏离了主的真道。能够领受统辖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之救恩。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上主啊，求你以慈爱待我，因为我遭遇患难，我的眼睛受因哭泣红肿，身心也衰残，愁苦耗尽了我的生命，忧伤缩短了我的岁月，患难使我衰弱，我的骨头都枯槁了。所有的仇敌都戏弄我，左邻右舍都讥笑我，连那些知己的朋友也都怕我，他们在街上遇见我就躲开。大家把我忘了，把我当作死人，我像是被丢弃的废物。我听见许多仇敌在窃窃私语，周围充满着恐怖，他们阴谋陷害我，要夺走我的生命。然而上主啊，我信靠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永远在你的看顾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你有不变的爱，求你救我。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不受一些奇异现象所吸引，走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道路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